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有伯牧师。今天12月5号，我们要分享的是关键时刻委身奉献，安居乐业。我们要读尼希米记第7章41到73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利米书29章11节。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参加圣诞欢乐颂的活动了吗？你是否有得到开箱礼物了？在我们进入到待降节期的第2周，我们真的期待你认识这位守约施慈爱，愿意让他的恩典降临在你身上的上帝。他为了要与你建立也恢复他所要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他赐下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就是差遣他完美无瑕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生在罪恶满盈的世界里。这个节期是要让我们准备我们的信心，一起来迎接基督的同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在描述参与建造的家族名单排列之后，分别详细来列出宗族、他的族长、省长还有百姓，他们甘心乐意委身奉献，一起来参与耶路撒冷城的建造，让我们体会到这些归回的百姓是何等在乎圣殿里的敬拜，并且支持耶路撒冷的重建。他们衷心的期待要在信仰上恢复与上帝立约的关系。过去我们看到尼希米仅仅用52天来完成重建城墙的工程，实在让当时候的敌人及我们现今的这些读者内心感到惊讶。圣经没有用神迹来形容这件事情，而是在尼希米的日记式的这样的描述当中，让我们看到上帝施恩的手如何与尼希米同在，并且帮助他。因为我们都看到他自己在见证来呼召这些百姓参与在这样的一个建造的当中，他就先做见证。所以当你在读到整个重建工程及参与的名单，其实也会让我们莫名兴奋来看见当时候整个犹大社群的投入重建，有祭司、平民、宗族，或者是用地区性的这一些的人物来参与。我们也看见尼希米透过祷告如何洞悉敌人的阴谋。面对环境及敌人的威胁，我们看到反而激起大家对城墙建造的负担，所以他们要尽快的把城墙重建起来，好维护或者是保护他们的平安，他们的安全，能够安居乐业。在建造的工程上面，尼希米以身作则，他出钱出力，并且放弃省长的俸禄，摆上很大的代价，为了就是致力于百姓的福利。他慷慨的提供食物，没有为自己购买田产，希望借此来呼召大家一起委身奉献，来参与圣城的建造。结果我们也看到他，因为他抛砖引玉，以身作则，
所以看到大家愿意奉献金钱和力量，百姓在短期的委身就是参与在城墙的建造，但是未能够长期的委身，就是住进耶路撒冷城，以至于工作的果效不能够持久。其实我们看到住进耶路撒冷城并非每一个人的喜爱哦，因为那时候很多断垣残壁都要重建哦。对这些不喜欢的人来说，住进去是一种牺牲，所以他们需要愿意委身顺服。城墙固然重要，但是没有人，房子很快就会坏掉，物质无法得到保护。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章用比较长的篇幅来记录人的名字，意思就是在凸显参与的人的重要性，详细记录归回不同的身份，以及甚至查不到家谱，但是却乐意归回的民众，他们也甘心乐意奉献来支持这样的一个建造工程。不管是哪一种人都很重要，这也提醒你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一个学历地位，在上帝看来都很重要。他们的身份虽然有不同，但是找回记录第一次上来耶路撒冷的家谱同样重要。他们一方面见证上帝救恩的历史，见证上帝如何与他们同在，另一方面也记录上帝归回的子民他们顺服的表现。上帝如何保护与居住圣城，都是委身顺服的表现。当时候透过城墙和律法的重建，其实目的是要将犹太人从外邦人当中来分别出来，特别关乎圣洁的献祭和仪式等律法，透过实体城墙的重建，把犹大人和外邦人分隔开来。但是现在我们在新约时代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和外邦人分隔。特别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28章所记载的大使命说，我们要去万国，造就主的门徒，教导他们，为他们施洗。今天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不用像尼希米的时代分隔排斥外邦人，反倒要用诸般的智慧与方法，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为要同得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盼望与永恒的平安。期待我们的生活都能够享有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平安，并且你我都能够成为上帝施恩赐福这世代的一个管道。特别是在这个圣诞节期我们好好的把握利用这个圣诞节期，向人诉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一起来默想大家甘心乐意委身奉献，各尽其职，参与服事，为归回群体有安定的生活下了结论。这些百姓的参与投入，对我们想要过平安稳定的生活有什么样的鼓励与提醒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我们还深陷罪恶之中，就定义要差派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出路，所以我们借着信心能够与你建立约的关系。今年我们在迎接耶稣基督
降生圣诞的待降节期，求你赐给我们有更深入的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使我们能够经历当年耶稣基督降生，你的应许得以实现，带给人类的喜乐与盼望，让我们都能够享有你所赐的永恒平安。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持续的收听，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你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